亲啊，今仔日11月11双十节购物节，有不少的业者趁机会推出着相关的优待。不过，这个疫情过了后，大家又开始出国，家己出去买卡会好，再加上即摆不时咧大拍一大优待，无一定爱伫咧双11来大采购。所以最近这2年来，这个双11哪像已经慢慢退休了。 想要去日本游览体验大阪的市区，还是去okinawa金华好花度假，业者有真好优惠。伫双11的时，单纸的机票11块就买得到。飞日本、韩国拢同款，网友发现讲双11的热度和较早无同款。自己是有感觉双11的关注度在近几年越来越少。以韩国来说，双11的折扣力度比较有限，韩国是比较注重在黑五或是圣诞期间的折扣会更优惠。 因为台湾的优惠档期愈来愈济，以规年度来看，年中到6、1、8，正是因为毕业求职的期间，平台大部分强打学生贵。针对电子产品推出优惠，若双11差不多逐项拢会拍战。若双12是晚年底一般拢会配合独具报信的议题，家电优惠力头搁较大。 有关品牌本身的周年庆，大部分会甲百货公司也是电商合作，也就是讲，每一个档期会因为时间的特性调整主题，希望讲透过活动的增加，会使增加业绩，是讲伊效果都不一定啊。现在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档期活动，以往是双11最优惠，但是现在常常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优惠活动，而让民众会觉得说，我不一定要等到双11才来进行消费。 若是优惠档期内部竞争，代表业者嘛愈来愈济，这促销档期优势嘛无一定要存在。透过自身社群的经营去导流量，现在我们就比较不需要被平台绑架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制定优惠活动给客人。 虽然大型优惠档期确实会当发挥集体效应，不过伫多方包围夹杀的情形下，免啊卖饼俗价，说服消费者认钱出来买，这变成各大业者一个大挑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